you？我叫名係 TV。TV 今年幾歲？我今年41歲。結咗婚未啊？我結咗婚。有冇小朋友？有一個女，14歲。14歲好大個啦，嗬？係啊，我第二個。係啦，咁啊你呢家照顧咩啊？我而家係照顧小姐同埋兩隻狗。兩隻狗，咩狗啊？大狗細隻。一個大隻啊，一個細隻。大狗同埋細狗，好。你使唔使幫狗狗沖涼去公園啊？會啊。日日都有放佢出街。出街係。我試啦使唔使幫佢剪指甲？唔使啊，唔使，因為喺出邊佢沖涼。剪指甲嗰個係喺出邊。剪指甲喺出邊係沙龍嗰度。係啊。咁你識唔識買餸啊？我識啊。買咩餸？菜心啊，米炊啦，牛肉啦咁樣。